大哥是无来，啊高大哥定定来梦中甲我熟识，高凌风啦，高大哥搁会唱歌我听呢。哎呦，朋友一生一起走，我一听就醒起来，袂当一起走。请问，伫咧传统的风俗，参加丧事的送人面巾，啊，你敢知意义是啥物咧 ？A. 白色代表光明真定 ；B. 互歹代志到这为止；C. 互你闪避分撇。是，来，恁有10秒时间。哇，这个有点难。嘿，这应该大家拢应该较知影这啊礼俗啦吼。除非伤少年袂去参加。无唔对，白色代表光明，光明吗？真定哦，是互歹代志到这为止。是，还是互你闪避迄个分别。对对，摕起来小物件咧。5、4、3、2、1，来，时间到，咱请起答案。哦，不会吧 ？BBA 是 BBA， 所以讲，阮讲哥哥，你的感觉就是白色的代表嘛，光明啊啥。一般我是感觉是 B 较对啦，是，嘿啦，啊毋过我唔想讲卖遮尔啊冒险啦，是，啊搁惊节目吼无够长啦，哦，有影，袂当替阮玩乐啊，袂当较早的。当然啦，一定要替阮因为玩乐。我较早嘛做过朱麒麟嘛，哎，所以我想讲2个 B 啊1个 A 安尼啦。哦，哎，嗯，啊你一般第三个迄个 C 我是感觉还无可能，什么？你要去讲，你都要参加，你哪搁咧惊这？咱是可以。哎，咱是去送的，是讲希望伊一路好走，那会讲会惊伊，对不？哎，无唔对，无唔对。所以即摆若朱大哥来找你，你袂惊？哦，高大哥、朱大哥是无来，啊高大哥定定来梦中甲我熟识，高凌风啦，高大哥搁会唱歌我听呢。哎呦，朋友一生一起走，我一听就醒起来，袂当一起走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答案到底是啥货？是 B 还是 A？ 好，来，正确的答案是就是 C， 根本是 C。 B 啊！哦，这边2条命，这边嘛2条命。原本其实是体贴远路来的亲戚朋友啦吼，想讲七官，也是讲伫咧这个告别式的时阵，可能会七目屎吼，就是会当有一个囡仔通吃啦吼。另外一种意思就是讲，因为这面巾是长长的嘛，长长的吼，长长的巾，长巾吼，这个长巾的音拄好，甲这个长巾都活的有无？其实若长这个调吼，若是偏全的，伊会讲长君啦吼，就是长面君、长君安尼。长君就是拄好甲这个，对，长巾的意思共款吼，所以就是除这个谐音嘛有啦，吼希望讲若准讲有啥物无好的代志，当到遮做。